这一首阿美族的歌，感谢那群孩子，没有他们我就会忘记这首童谣。这首童谣很简单，它是一个爷爷跟5个娃娃，它叫做咿耶耶呜娃娃，咿耶耶呜娃娃。好，你去哪里请啊？我刚刚给他们每人1颗槟榔，哇，300多嘞，有1颗啊。我有60块。哎，我刚才弹错。这首歌，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，我都希望这首歌你们能够重新找回那个赤子之心，然后就跟着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受不了了，你可以除了你觉得你坐着坐不住，你可以站着唱；你站着站不住了，你可以跳着唱，好不好？如果真的觉得台上唱的受不了，你可以把我拉下去，你上来。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《娃娃先》。前面有没有人看到我们的莎莎？我们在找那个蛋。老祖，你先弹1个小时。先给我槟榔啊！好，不管了，你们帮我杀呗，去。上面的朋友。我爱你沙娃娃的书好，哈里我爱你沙娃娃卡布，我是阿美族的孩子。哇，那你拽过你呀罗伊树，孩子，你的部落在哪里？那你一独立不你呀罗哇，我的独立呢？我的家乡来自独立。咿耶耶呜娃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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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亮起来。
对，你们的灯光真的太强了。啊，然后就好久没有。